空间需要大的话呢，叫群组。点点关注下兄弟们，首先把点点关注下。昨天怎么了你？昨天肚子有点痛了，不舒服，今天好多了，今天就不痛了。明天下来，兄弟们，这边点点关注下。等一下有可能会有那叫群组，我们两个会打 PK， 搞笑唱歌，真的。今天晚上在西藏林芝市波密县的朋友们有没有油的话，那个夜色演艺酒吧不见不散，夜色演艺酒吧，今天晚上最后一天，今天晚上最后一天，兄弟们，真的，哇塞，280多个人，欢迎康巴尴尬，哇，340多个人，这么多人，我的榜一是勇敢萝卜，是我的最好的兄弟们，也是特别帅气的一个男人，也是单身，已经4年了，还没找到女朋友，现在单身。我的榜一勇敢萝卜，喜欢的朋友美女们点点关注他，已经4年了，还没找到老婆，单身 ，nice。分享主题，没点关注的帮忙直播点点关注，兄弟们，谢谢你们。从来没多也呀用那呀，去里用俺都见不见，刚见不见刚扎起里。我能才把嘛能这个月，哦嘎巴拉是巴拉，是娘们容易受死下来，也得必须了连年严重，也得必须了连年严重。谢谢我的榜一大哥送来的墨镜，真的非常的感谢啊，大哥。现在600多个人，这边点点关注下可以吗？喜欢耿直白的人品的朋友们，喜欢耿直白的唱歌的朋友们，这边点点关注下。你说汉语啊，亲爱的，不要说藏语啊。对，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想大，但是你坐在的那个地方空间不大，对不对？对。哦，那没事，现在不用着急。你来成都的时候，我就帮你开一个套房，在我们两个去打得好，空间特别的大啊。好的。哦，对。就咱们一个农村才算照顾。8天之前我要去，7天之前我要去拉萨，反正有1个星期。这个美女你星期？对1个星期7天。好的。我要17号去拉萨，知道不？知道。拉萨了几头？拉萨有可能1个星期，有可能是4、5天左右，现在不确定。好的。好的。好，马上啊！马上，什么马上？在今天晚上打 PK 吗？打 PK 呀？打什么嘛？说惩罚。打什么呀？你说呀？看一下你打什么？你坐在的那个地方方不方便可以看？空间大一点。不是空间大不大的问题，方不方便？方便可以看吗？方便走。方便走的方便面，你吃过没有方便面？方便面没有呀。方便面没有吗？没有呀。好的。笑什么笑呀，家们？真的我也不知道呀。对，方便面有没有？方便面没有呀。对，他没有方便面，兄弟们。那今天晚上有什么面？有没有米饭？没有。我的意思就是你坐的那个地方，房间里面可以装解筒吗？那个直播可以看吗？
都是豆子来可以。对，可以看吗？空间大一点，没有，真的没有。哦，空间小的很是吧？小，真的。哦，这个不方便是吧？对呀。那方便面已经吃了吗？吃了。好的。那打什么 PK？ 你需要想做什么惩罚说？你说呀。我们两个互相表白一下好不好？可以。表白知道吗？知道呀，我喜欢你，公超巴蒂呀。哦，好的，知道了就，如果你输了的话，站起来，2分钟不要暂停，一直就表白我，好好认真一点的表白，知道不？不要笑出来，我输了的话也是我。我赢了的话，我们两个惩罚一样，真的。对，惩罚是一样的。对。好，开始，就打一把。打一把，家人们有没有其他打的给我？咱们两个票上的对嘴啊。可以。没有票就不能说话啊。欢迎赞助男哈，兄弟们上，小星星，墨镜，热气球。现在直接砸，兄弟们，现在是翻倍。给我支持一下好不好？现在是翻倍，兄弟们，一个热气球变成2个。真的，一起加油一下。数字送的翻倍最大的加长，有没有大哥？有的话给我支持一下。加油一下！谢谢大哥，又发起了，谢谢。上，兄弟们。你闭嘴，公差吧的，你尊重没有吗？好好的尊重一下。好的，欢迎大哥，真的。你好好的闭嘴啊，尊重没有吗？真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欢迎大哥，谢谢。快乐走一下家们，快乐走一下。感谢我的快乐的男孩，谢谢兄弟。你闭嘴，感谢哪里感谢？谢。快乐走一下，把我的点赞不能听见吗？发射，快乐走一下，谢谢，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起帮个忙，等一下马上加茶来了，加茶里面帮个忙。兄弟们，能不能大家一起团结下？能不能大家一起团结下，兄弟们？真的，只靠一个大哥的话有点压力大，兄弟们。5个墨镜加油，兄弟们！5个墨镜，一人1个墨镜加油，兄弟们！5个墨镜。我们一个热气球，直接一个热气球可以，一个热气球也可以。没有的话，一人1个墨镜，能不能加油一下？直播间里面有600多个人，发誓。真的。一人1个墨镜，可不可以，兄弟们？一人1个墨镜，就5个墨镜加油一下，兄弟们！5个墨镜。一个热气球有没有其他大哥大姐？一个热气球可不可以？3、2、1，兄弟们，一人1个墨镜，加油！有没有大哥大姐？一个热气球可不可以？真的，一个热气球可不可以？家们，一个热气球可不可以？直接一个热气球好不好？真的，加茶过一下好不好？加茶没有的话，我们两个完蛋了，真的。有没有家们一个热气球可不可以？有没有一个热气球可不可以？家们一个热气球可不可以？最后4个墨镜，兄弟们，最后4个墨镜，好不好？最后4个墨镜加油！谢谢，感谢大哥，感谢快乐男哈！最后3个墨镜，兄弟们，最后3个墨镜，600多个人，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美女们，最后3个墨镜，一人1个墨镜，加油一下，兄弟们！最后3个墨镜，好不好？最后3个墨镜，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最后3个墨镜加油一下，最后3个墨镜加油一下，时间不多了，兄弟们，发誓时间不多了，兄弟们，最后10秒钟，10秒钟之前能不能来3个墨镜，兄弟们？好像达不到加成。现在加上400多个人，有没有大哥大姐？谢谢，感谢大哥，谢谢又打起了，感谢送来的比心图图，谢谢。有没有其他？感谢大哥，感谢送来的宝石，谢谢，我的朋友们帮上，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真的非常的感谢，谢谢。我的朋友们帮上，真的高了，谢谢我了。收他，兄弟们，发誓收他。谢谢。
谢谢，感谢，对面给啥来了？快点拿哈，发是破费。对面给啥来了？谢谢兄弟，真的非常的感谢。其他兄弟姐妹们没有500多个人，有没有其他大哥大姐给我支持一下，好不好？真的没有其他大哥大姐吗？真的加油一下嘛！你没有其他大哥大姐，你闭嘴！你尊重没有吗？闭嘴是什么意思？一个保时期都没有，真的。大王，哪里大王？哇塞，我的八毛姐来了！感谢我的八毛姐送来的热气球，music。我说把你帮一美女大哥来了，法师来了，家人们。差距不大啊，兄弟们，法师差距们，刚来没多。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美女们。对面给啥来了，家人们？对面给啥来了？谢谢八毛姐。对面给啥来了？这个是不是保时捷？兄弟们，直接投给他，直接投给他。 600多个人，有什么就上什么，直接投给他，兄弟们，有什么就上什么，直接投给他。法师有什么？其他大哥大姐给我支持一下，好不好？现在一起团结一下，兄弟们，现在一起团结一下，好不好？对面给啥来了，家人们？对面给啥来了？还有差距不大，真的一个团结，感谢快乐呢哈，兄弟。团结力量，兄弟们，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团结的话，法师打不过兄弟们。感谢我的快乐呢。其他兄弟姐妹们，直播间里面有700多个人，点关注，我们的榜1、榜2一定要上，兄弟们，加油！团结就是力量，有什么就上什么，兄弟们。music， 所有的大哥大姐们，谢谢我的榜1、榜3，感谢你们的。再不用上，兄弟们，时间到了，再不用上。我的榜1大哥点点关注，我的榜2大哥点点关注，所有的大哥大姐榜1、榜3点点关注，好不好？真的。直播间里面有700多个人，榜1、榜2、榜3一定要帮我关注一下。刚直播的没有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一下，兄弟们，点击图像这里，点点关注一下。谢谢我的帮忙姐，真的破费了，每天晚上都让你破费了。感谢我的快乐男孩兄弟破费了，感谢我的榜3勇敢破费了，感谢我的赞助男孩，感谢我们的赞助女孩，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让你们破费了，真的哪怕或者是一个小星星，我就很感谢你们，兄弟，心中的感谢你们。再不用说，我就做惩罚了。哎，往后退啊！你看，大人就往后退。啦啦哩啦么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哩啦呀啦么啦。怎么了，亲爱的？你往后退啊！好的。起来。起来了。带你拜拜一下，好不好？拜拜一下哦。拜拜。有他妈的，你尊重没吗？真的。法师他说的是拜拜嘛，对不对，兄弟们？没有说表白。拜拜，好。那你就是拜拜。快来。你说的是拜拜说了吗？我给你拜拜了呀，已经。起来了，我刚刚准备做吃饭的时候，你说给我拜拜一下说了，我给你拜拜了呀。拜拜呀，妈妈这个。表白是吧？对。看个时间啊，现在45分钟，47分钟，我就2分钟的时间，对不对？对。亲爱的囊家群组，我真的爱你，真的爱你，真的喜欢你。为什么呢？世界上有那么多男人，那么多女人，这个中间里面的当中上，我很爱上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脖子也长，鼻子也小，嘴巴也红，耳朵也大，个子也高，屁股也小，反正我就喜欢你。你性格也挺好。亲爱的囊家群组，从今天开始我就真心真意的爱上你，你就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好。有时候我们两个吃个方便面，有时候我们两个吃个火锅，有时候我们两个吃个糌粑，有时候我们两个喝个酥油茶，这个是我们两个的人生当中上的最幸福的日子，对不对，亲爱的囊家群组？对。不管是我们两个有什么多好吃的，不管是不好吃的，
但是我们两个的感情阿拉巴拉的没有的，巴巴适适有的那种，有的话，那就发生 OK，我觉得。我在给你10%的按上的时候，你就好像阿拉巴拉要人家那边打那边那种跟朋友出去做去了的话，那就我们两个发誓不行，亲爱的。我这个人不爱就不爱，爱就一辈子爱的那种，对不对？对呀。我之前也没有换过什么老婆，没有换过什么女朋友。换过裤子，换过鞋子，换过袜子，那个是正常。但是我的女朋友没有换过，对不对？对。所以就是我的男家群组，天上也好，地下也好，中间也好，那么多女人，那么多男人面前，我最爱的是男家群组，知道不？知道呀，知道。从今天开始，你不要欢喜，知道不？你好好珍惜我，知道不？知道呀。珍惜我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知道。珍惜是什么意思？他那没钱呢，你瞧了干什么？做了什么？哦，对，就是这个。如果你不珍惜我的话，那我就跟你拜拜了。对。知道了吗？知道呀。这是。他瞧个俺在那边，这个的马干的店的拜拜去。哦，对。如果你爱上我的话，我就给你拉面里面10%的亲上一个，知道了没有？知道了没有？知道呀。就是呀。那瞧个俺在那边这个的，然后嘛干干的那口瞧个张家下去。不是，哎，Zaro，拉面那个10%的一个亲现在了。人家个鸟来的，见到那么看着那个觉得呢。如果你真心真意爱上我的话，我就给你拉面里面10%的一个亲一下，知道了没有？哦，知道呀，知道。什么意思呀？说一下。他瞧俺个瞧那边爬山这个一点瞧个咱们的波儿这些。对，这个说的没毛病，亲爱的男的听众。然后，如果你真心真意爱上我的话，我们两个的感情，上次你说的那个，哎，刚吃饱的，多跟价格不用说，直接就把你打，知道了没有？知道了没有？知道。哦，但已经时间过了，哎，开心吗？开心呀。发誓。那做什么情况呀？还是我们两个表白。打扰。对，你输了的话，就刚刚我一样站起来，2分钟时间好好表白我。哎呀，我一的话好好拜拜一下，求对我这下头见面了去。对。你看开始。开始。有这家伙，其他大家就真的有这家伙，有票的中里边没票的没事，点个赞好不好？真的，这个数字送的。没有关注的关注做一波好不好，兄弟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下，所有的大哥大姐。价值数字送的翻倍，我们其他大哥大姐。翻倍！现在是热气球、墨迹、保时捷，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现在真的。有什么的上什么。加油，兄弟们！发誓加油下。加油！所有的大哥大姐会给美女们。一半说200说哪里有？天天说的哪里有？家人们给我兄弟感动送来的雷克萨斯5系列保时捷送到了耿直巴的直播间里面破了锁，谢谢郭总，天主王大哥，感谢榜一大哥点关注，music 兄弟们，我的榜一点关注一下兄弟们，你们真正的老天主需不需要？想不想卖出去？想不想卖过来？买过来？想不想卖出去？想不想买过来？真正的老天主。想的话，我的榜一大哥天主啊，点关注下。把我点个赞不能听见，多多分享一下好不好？真的，扣666做一下好不好？好。分享一下好不好？
反正这次有点爱上他了，兄弟们。我就给他真心真意说的时候，他有点感觉来了的那种感觉，有兄弟。23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们，一人一个小心心给我支持一下好不好？一人一个小心心。买票的点个赞，家们买票的点个赞。能不能速度最快的兄弟们，速度最快的，一人一个小星星，18个人的小星星，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兄弟们。首先把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兄弟们。16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加油，兄弟们！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一人一个小星星，兄弟们，走起！一人一个小星星，走起！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11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10个人的小星星，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谢谢帮忙姐，真的非常的感谢，每天晚上都让你破费了。不好意思，帮忙姐，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8个人的小星星，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6个人的小星星，最后6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最后6个人的小星星，速度最快的兄弟们，时间不到了，最后25秒，时间不到了，兄弟们，最后25秒，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最后3个人的小星星，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587个人。前面没有送过的，一人一个小星星，最后一个小星星，兄弟们，只差一个小星星，最后差一个小星星，兄弟们，最后差一个小星星，有没有人机票价吗？最后差一个小星星，咱们最后差一个小星星 ，OK。闭嘴啊！不用说话，不用说话。现在你没必要说话，知道不？没有权利说话，因为你现在没有票，那就悄悄的带着，低调一点，知道不？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现在是防备人气，防备兄弟们，防备日气球、墨迹、保时捷，有什么去上什么，兄弟们，对面帮你来了。所有的兄弟们，拿下来！对面没有防备，我们有防备，兄弟们，一个保时捷变成2个，一个日气球变成2个。感谢我阿布嘎总谢谢送来的日气球。差距不大家吗？差距不大，有没有其他大哥大？感谢我的帮忙姐送来的雷克萨斯武器的保时捷，谢谢阿大哥送来的墨镜。来，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现在是防备，有什么就上什么，兄弟们，现在是防备，变成2个，一个日期就变成2个，兄弟们，一个保时捷变成2个，现在是防备，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一起加油，兄弟们，现在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你会不会看血条？人家清楚，有没有尊重？不用说话，我说不用说话。他对面有一个大哥，天天跟我偷他，都牛逼。我今天晚上看一下啊，发誓，我就死不死的打一下。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能不能团结一下？只靠帮一帮啥的话，发誓压力有点大，兄弟们，真的说实话，不用靠帮啥，兄弟们，能不能团结一下？大家一起团结一下，能不能大家一起团结一下，兄弟们？最后30秒，对面来了，兄弟们！谢谢大哥，谢谢，加油！时间不到了，对面来了，现在守他，兄弟们，620多个，差距不大，真的差距不大，一个人就差。感谢帮忙姐，帮大哥给我支持一下，差距不大。兄弟们，能不能团结一下？兄弟们，能不能团结一下？能不能再团结一点，兄弟们？给我支持一下，好不好？最后能不能团结一点，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最后能不能团结一点？最后能不能团结一点？不要死大哥！谢谢我的帮你，感谢你的支持，谢谢。Let's go！ 谢谢我的帮啥点点关注，谢谢我的帮忙姐，谢谢。结巴的哈的用一下，发誓，我就结巴的哈的用一下。这一笔你就得这给三样多来耶，得这个你就干不给三样多来耶，我也给东能啦，怎么都不能办。哦，可是电动永远忙浪的呀啦哒嘿吼！感谢兄弟们，真的非常的感谢我的榜一大姐，然后我的榜2、榜3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哪怕或者是一个小星星，我很心中的感谢。等一下啊！对啊，俺楼上的人啥没大桥？往后退，我看得到。看得到刚才没呀？ 57，起来！
呀，别眼看着后，等着后那么走人不？坐下，把这个凳子拿过去，不要坐在凳子上。这么小的一个房子里面，这不真的是。再坐下。OK， 我就这样，给我表表。就11点钟结束了，开始。公超巴丁，啊，我想你，说，一我喜直欢你，说，好好表白。真的。菩萨姐姐东都人家的瞧，干这干嘛呀？就是不要笑出来，发誓不算人家就是挖得起不？好的。重新来，刚刚那个不算，我是自然一点。公超巴丁，说，我喜欢你，真的。听完当铺瞧的那么多个人瞧了干的，说，瞧了干这干嘛呢？说，继续说。我菩萨身子跟那身子的，站下跟那站下的。说。咱现在是下切一的。对哪样的你就没得，这些干的过的怎么你的根本的。说，继续说。还可以怎么对呀？瞧个俺操起这个的，那没老爹曾经人俺操干，俺瞧那没怕老爹曾经人对真啥的。然后呢？等你瞧个那么着，下咱们后面这弄的，等你才等个是才着等个，大家么子的二十千不里去，咱们忙着。啊？呀，真的吗？真的呀，天晚大风俺桥上找到了呀，带着俺去什么做找我去嘛，你们那么他去了，没好一点的，大概讲的都是下头外的，大家么子的接下来疼的，咋了？求的真个。然后呢？大家那么在种啥的，都么在上面这个那么下头没把种啥前面都，桥上送来的，大家桥上兜里面那怕兜里上妹妹。你跟我一起想结婚吗？没有想结婚呀。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不想结婚。那些瞧俺操干的，对你们其实的。我说这个我没有爱过你啊。你说的是你特别爱上我了，我没有爱过你啊。说，继续说，好好说。你们瞧干的，那都在干嘛样子做了擦瞧个？我开玩笑的呀，我心里面比你没有。我心里面比你埋的美女太多了，知道不？美女太多了，瞧那么下头把弄的地弄的咋头的都拆下了，瞧看看真的。我跟你说实话啊。你长相的好还不错，一般般，身材也不错，但是你脚太大了呀，像男人的脚一样。脚什么脚呀？脚是这个太大了。发是女人脚太大了的，一点都不好看，兄弟们。发是不好看，你脚太大了。上次去年在成都见面的时候，人没有见的时候，脚就出来了，兄弟们。穿了一个白色的高跟鞋，发是，那你就是根本就没有看到脚出来。其他都可以啊。看吧，有机会。有可能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有可能给不到那个机会，不要生气。好，可以了。
刚刚断过了，不好意思，兄弟们。没点关注的直播点点关注下。我赢的话是嘞，俺不给点俺听的是嘞，瞧这个俺咋都不清楚的，那才能清楚这场一个发生。好。呀，俺怕啥呢？瞧胖是那个嘞，你的。呀来呀。好。开始。如果你输了的话，我惩罚可以定你啊。这还听不见吗？大吵嘴。不用说，反正不是很大。不大吗？不大嘛。大不大你知道呀？等俺大的小的就黑色一的。还不知道吗？大不大？那么长时间了，真的。哦不，你现在加上数字送的翻倍1.5倍的加成，真的。有没有其他大哥大姐？有的话给我支持一下，1个毛钱，2个毛钱。兄弟们走起！现在加成，现在是翻倍。数字送的翻倍，有没有其他大哥大姐给我支持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大哥家人？有没有大哥呀？有没有199？有没有毛几家人？现在加成你们帮我谢谢，感谢。现在加成最大加成1个毛几可以了，真的。等一下，马上加成来了，等一下。俺给你的瞧那边点吧，等到一个叫直播弄的呀，然后早呀偷的才个一听着的，点吧等到西马听呢，发誓。12个人的小信息，兄弟们，不同的12个人的小信息。一人一个小心加嘛，有票的注意把买票的点个赞加了，好不好？有票的注意把买票的点个赞，好不好？10个人小信息，兄弟们，不同的，一人一个小信息，加油一下。谢谢，还差8个人加嘛，差8个人。谢谢拉蒙，谢谢137大哥，谢谢，不要算了。谢谢扎西，还差6个人小信息。6个人的小信息，兄弟们，加油，一人一个小信息，你们阿罗祖加油，一人一个小信息。对，兄弟们，就这样，兄弟们。最后4个人的小信息，3个人的小信息可以了。最后3个人的小信息不同的。4个人，还差4个人小信息加了，还差4个人。190多个人，能不能一人一个小信息？还差3个人加吗？差3个人。真的帮忙一下，一人一个小信息。4个人的小信息，兄弟们，4个人的小信息。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信息，兄弟们，那么的速度最快的，没这个小信息里的接入的，没这个小信息里的。咱们加成一定拿一下，兄弟们，真的谢谢你们。最后10秒钟，时间不多了，兄弟们，时间不多了。最后2个人的小信息，兄弟们，最后1个人，兄弟们，最后1个人的小信息，没几个小信息 ，OK。感谢你们，真的非常的感谢，谢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拿到了，加成拿到了，兄弟们，加成拿到了，谢谢你们。现在数字送的翻倍，没有大哥3、2、1，下，兄弟们！现在是双倍。数字送的翻倍，有没有大哥？日期就保时捷私人飞机，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兄弟们，现在是翻倍。有没有大哥大姐给我支持一下，好不好？现在加成最大的加成，真的。加成，1.5倍的加成，兄弟们，1.5倍的加成，加油一下！加成上面加油一下，兄弟们，加成上面加油一下。谢，感谢送来的墨迹，谢。现在加成数字送的翻倍，谢，有啥子了？感谢。现在加成，对面真的头大。现在数字送的翻倍，有没有大哥？有的话给我支持一下，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哥，谢。好的，万一大哥，感谢你们支持，感谢真的。感谢送来的墨迹，谢。
的半夜把帮萨感谢你的支持，感谢真的不得感谢谢谢。哎呦啦我的半夜把帮萨点给关注真的，关注免费的家人。我的半夜把帮萨点给关注真的，关注啦啦啦的啦呀，啦啦的啦么啦啦啦，这是节目，谢谢，送来的墨镜。秋满这个俺拉的秋。Gas que dão. Pê ni malu. Namu ta tsul gali nonja chinzo nga gali ran zomble mi du shen re manyu. Pê ni malu. 其实就gas 7个。Ta ka ga ji zima de na pa ta de hi de tsoma ma rong re de. 这就这个都我那过来了。Nga che gele ma de. Ndu ji ri yas ma chen. 哪能是？啊，好好的做一下，真的。做什么说自己听。那瞧早俺同的群主的感觉群主想个那点把等他希望个我都把条课发射。这都把这些人。这些。对他这个名字讲的一听就没搞对了。要不唱歌，要不那个说话是什么有2个惩罚？真的想多了吗？不多呀，真的。不用说脏话，好的，拉正。我就说汉语啊，我就说汉语来给你表达一下啊。可以。第一次咱们2个见面的时候，2023年9月好像是15号吧，16号样子。我记得住。第一次我们2个打 PK 的，对不对？对。打 PK 你输了，你过来给我做惩罚的，对不对？对。我没什么感觉。你到了我的旁边，看了你的脸上，很干干净净的有一个女孩子。哦，我问你了，你有没有老公说了？你说没有说了。那我可不可以加上你的男朋友说了？你说，嘿嘿，不要这样说，对不对？那天晚上是第一次见面的嘛，我也就不敢说了，就到这了，再就没什么说，你也没什么说我。然后就我这样看着一下，穿的衣服也不错，脖子上戴的那种日系的也多多的戴了，那天晚上对不对？对。啊妈妈，那个是大家节前不嘛的一个女孩子，印象可真了我。然后就我这样慢慢就头上看了，脸上看了，我就这样看了一下。啊妈妈，这个鼻子太小了，尤其是这个鼻孔，那孔穷穷，不知道啥情怎么大家的嘛？别你妈了，怎么个那孔拉清的我们，穷穷，不穷穷嘛多啥的。下次的裁判你的卡脏高的，今天人多的是那真的就真。你好好做成真的，你反正我就想什么说什么，你给我说的呀，我就这样想了，然后就脖子上面这样慢慢看了，这些都是白白的，兄弟们，因为他擦缝了嘛，他不会擦这个脖子上面，这边有点黑了，这边和这2边有点黑了，其他都是白白的，眼睛和嘴巴特别的漂亮，而且这个牙齿白白的有。喇叭这样摘了下，摘起来了，那就清楚说，我就喇叭这样摘，他有点紧张了嘛，手有点这样动着，手都红了，兄弟们，红的一个手，也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红色的一个手有。然后我就这样慢慢去看了，穿的脏装也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这样慢慢去看了，他脚特别大。发是脚特别的大，脚什么脚呀？脚是这个特别大，兄弟们。
啊，一个女孩子脚那么大，怎么可能呀？我就突然就这样很奇怪的样子感觉出来了，兄弟们。而且她穿的是高跟鞋，高底皮鞋，白色的一个高底皮鞋。哦，白色的一个高底皮鞋，白色的那个高底皮鞋，我全部拆来了，因为她脚大嘛，我全部拆地来了，有点变形了，那个鞋子。他说是第二天我就问他了，你这个鞋子是从哪里买的？是什么时候穿的？是他说。啥吧，牛来用，说嘛俺没讲，看了把了讲，只要两人说了。这样，这那个女的一起好好谈恋爱，各种对的好，一起睡觉的好，那个脚好吓人，这样想了，其他没啥，真的很漂亮。脚大的很，这个鼻孔太小了，鼻孔和脚和根本就不合适，他们两个是两个人的东西。鼻子是一个人的东西。这好的名字叫唱歌就可以了。好的，亲爱的，不是我喜欢你了呀。好好唱歌，真的。谢谢兄弟，我不讲错，谢谢送来的礼物，感谢。我的把你打订的关注，直播没有关注的小号关注免费的呀，唱歌给我录屏一下家吗？真的。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唱？这个那个歌前面怎么唱？歌词在心里。不要。那唱什么？那我直接给你亲一个可以吗？可以呀，好好的唱歌。呀，看过来。啊？可以说了吗？那我给你亲呀。那不要。别，可以，不，别，疯了吗？有时候可以说，有时候。你给我把它放大直接。放大了呀，我已经放大了。不要。或者呀，现在可以了吗？不可以了，没有关注的关注是指定。现在可以了吗？不要可以了。你打放大。对，但你放大呀。放大了呀，也。这放大没有真的。我这里已经放大了。可以的，他好好的唱歌，家们给我录笔的，真的。1、2、3。先等个嘎罗，那家群错，就我的动都托了么？在动呀，在动，就啊每个。后面三只嘎罗，秋容马都是黑梅罗。有种人大的在马模样。先等个你妈呀，能家去做，嘎肉呀嘎肉，嘎肉呀嘎肉，你嘎啥千里马都是黑面的。你嘎啥千里马都是黑门的，有种啦有比能家穷错，才弄个在哇真叫马梦。
Akorina jaya chunso ya pohinye ton okorpe nyama alo na chola tromo gada okorpe nyama alo na chola tromo gada ta churong de tshi na ja chun to che ta yo ka zong point pa mon bo nye sang se tro te do ya chang jo ro ar ki pa zong pa ta chang man jo na nga ni na ni kamo zo sang ta chang man jo na ar ka nga ni na ni kamo zo sang pe nyama lo to yiti chama chang go ge mo che ren chi 可以吗？可以啊。不气了，还是我爱你啊，那就清楚。这歌好听不？好听。嘎嘎的的么？团结干的给啊，胖嘛干的，真的就三星的这种。点点关注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点点看看。啊。这边有一个人说不好听说了，他是你的榜一大哥，好像是。我给你哥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伤心了，他们生气了，真的。不生气呀，真的。他就拉上主人家嘛肚子嘞。但拉萨么着，这是我你推他走呀，可这是现场走么的，只要弄着。